頭先收到突發嘅消息，我哋馬上交俾二廠嘅同事。大家好，收到網上消息，一班外星人用特異功能將傳心術傳晒俾香港嘅貓貓狗狗，令到人類聽到佢哋叫聲嘅同時，仲聽到佢哋嘅心聲。我哋而家即刻去片。我哋啊，咩事？咩救你啊？無啦啦救咩你啊？爸爸做運動，做運動。